大家同學好，咁我係伍桂麟博士，咁我本身咧就係一個遺體嘅防腐師同修復師啦。我而家咧就喺一個一切從簡嘅殯儀社企工作。但係以前咧我喺中大醫學院咧係管理醫學院嘅解剖室啦，一個遺體嘅地方啦、殮房啊、標本室等等。咁當時咧亦都推行咗一個叫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呢度咧有兩本書啦，都係當時咧一個著作，同唔同嘅教授啦、醫生一齊寫嘅。主要都係想講翻咧喺無言老師究竟一個遺體捐贈之後啦，去到醫學院究竟有啲咩人去學習咧？除咗可能醫學生之外，原來都有好多嘅唔同嘅醫生啦，做一啲手術嘅培訓啦，或者一啲新手術嘅研究或者原來大家都唔知道喺救護學校嘅救護員啦，裏邊咧原來都會嚟到中大醫學院咧，去跟呢啲無言老師咧去學習，因為咧要學習一啲搶救嘅知識。所以咧，我諗喺醫學生一般層面咧，認識有人體結構咧，我相信喺呢本書裏邊咧，佢會講多咗好多，究竟喺推行遺體捐贈背後嘅理念啦，究竟其實用一個無人認領遺體同一個捐贈者遺體，可能對於學生嚟講學習嘅專業知識，或者係解剖學知識、人體學嘅知識咧，都係一樣嘅。但係原來喺背後嘅意義層面咧，呢本書會講到嘅嘢咧，會更加唔同，俾你見到好多喺遺體捐贈背後嘅理念啊、參與過嘅人、一啲佢哋發生過嘅嘢啊，佢哋點解會參加呢個計劃咧？或者可能佢哋嘅喪親者嘅家屬點睇咧？或者唔同嘅醫護人員佢哋對於無言老師嘅感激咧？我諗呢本書咧都會節錄咗好多佢哋嘅諗法同想法嘅。至於呢個咧，其實我可以話叫做無言老師嘅下集第二本。呢個咧係主要講關於解剖學嘅知識。雖然係話解剖學，但係咧我哋又不至於話去到醫學院嘅一個即係教科書程度咧。我哋除咗咧可能喺第一章嗰度會有一啲解剖學嘅歷史演進發展之外咧，亦都揀咗21個唔同嘅身體部位咧去講解翻一啲喺解剖學、生理學嘅知識啦，或者可能喺一啲器官層面上有一啲嘅冷知識，或者一啲咧大家對佢嘅誤解啦，我哋咧都可以喺度咧揾到一啲有趣嘅認知嘅。裏邊亦都有少少講解翻咧喺當時21年推出一本書嘅時候，喺遺體捐贈嘅一啲嘅發展情況啦。所以一本書咧，可能係18年一本咧，就係喺21年開始嘅時候咧，都俾大家咧知道喺呢個遺體捐贈嘅發展喺中大醫學院，究竟喺呢10年以上裏邊咧，其實咧經歷過嘅種種點滴，所以都希望同學仔都可以咧喺呢兩本書度認識多啲嘅。